相亲啊，东北风真强，北部甲东北部这礼拜拢低10度，温度嘛会降低，尤其是明仔载后日，北部的低温剩21度，中南部是多云到好天，但是日夜温差会差到10度遮尔啊侪，提醒乡亲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脱衫裤。 年假结束拜上班，东北风嘛真强，北部透早低温只有22、23度，若真有秋天的感觉。气象局嘛提醒，另方面北部、东部落雨几率提高。今天来讲是一个东北风逐渐增强的过程，那水汽增加的时间点呢，会落在今天的下半天。那所以今天主要来讲的话，下雨的区域呢，还是会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这一带，那会有一些短暂雨。那另外的话，大台北地区今天也是偶尔会有一些下小雨的情况。 虽然拜二、拜三风势增强，北部低温来到21度，东北部持续有雨，北部华东地区局部有雨，降雨范围扩大到苗栗。拜四到拜六，北部、东部低渐雨，中南部要注意日夜温差大，午后山区有局部低渐阵雨。 那另外，从今天下午开始，在台湾的沿海、空旷地区跟外岛呢，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，海面上的风浪也会比较大，大家在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。未来一礼拜拢受东北风影响，外出时除了炸雨具以外，早晚嘛爱记得穿外套，以免去冷到。